喺立春之後，跟住落嚟嘅第二個節氣就係雨水。佢通常喺每年嘅2月18號到20號之間嚟到。顧名思義，呢個節氣同水係分唔開嘅。從天氣嚟講，雨水代表冬季乾冷嘅空氣開始撤退，溫暖濕潤嘅東南風逐漸活躍。呢個時候，天氣唔再淨係得凍，而係變得一時暖，一時凍，乍暖還寒。雨水嘅形態亦都從冬季冰冷嘅雪，轉為春天綿密嘅雨。正如唐朝詩人杜甫所講：好雨知時節，當春乃發生。呢個時候嘅雨水係及時雨，可以靜靜咁滋潤大地，叫醒萬物。古人將雨水分為3候：一候擦際雨，二候鴻雁來，三候草木萌動。我哋可以睇到大自然發出嘅信號，水獺開始捉魚，大雁成群從南方飛返北方。而喺濕潤嘅雨水滋養下，草木終於飆出新芽，大地開始出現一陣朦朧嘅嫩綠色。呢個節氣對農夫嚟講好緊要。華南地區有句俗語叫做：雨水有雨莊稼好，大春小春一片寶。黃河流域就話：雨水草萌動，嫩芽往上拱，被耕忙春種。充足嘅雨水為春耕提供寶貴嘅水源，係莊稼生長嘅保證。所以古人會喺雨水時節拜祭雨神，祈求風調雨順。雨水呢個節氣係春天生命力嘅具體表現。佢唔似驚蟄有雷聲壯世，而係用一種溫柔安靜嘅方式，用雨水連接天地，等生命可以生長。大家可以仔細觀察，下次綿綿春雨落下嘅時候，空氣係唔係已經充滿咗泥土同青草嘅香味呢？呢啲就係雨水節氣送俾我哋最清新嘅禮物啦。